再来看2档外前，国内欠卵，农业部委托一间超市公司来进口鸡卵。前部长陈吉仲，佮有现任部长陈俊贵，佮有前畜牧处长等人是方各独立。检方今仔侦结认定讲无不法。前部长陈吉仲早起伫面册是铺文讲，坚持专业，永远袂后悔。现任部长陈俊贵表示讲，检调来证明因的清白，这是好代志。另外，超市公司的负责人是互北检以虚报2家，诈领拓产会6000万来起诉，求刑2档。拓产会一个姓吴的专员嘛互起诉。2年外前，国内大欠卵，迄当阵农业部决定进口鸡卵。迄当阵农业部决定为外国进口鸡卵稳定价销，毋过双方指控独立一间资本额敢若有50万的超市公司。案件2被侦结，台北地检署认为，当时除了超市，还有其他9间公司签约进口鸡卵，并无独立特定的公司。针对前农业部长陈吉仲，检方认定伊无不法签结，再去记者敲电话互伊，伊拒绝受访。毋过，伫个人面册强调坚持专业，永远袂后悔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早起农业部长陈俊贵出席活动，伫进口鸡卵的期间做处长，伊嘛去互检方认定无不法签结。伫活动开始进行受访的时阵，表示伊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，而且认为即马总算有结果啊，嘛透过检调证明伊的清白。大家其实都觉得说这么努力而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的质疑，那也非常的灰心。但是透过检调的调查证明了他们的一个清白，那对他们是一种好事。这个拓产会姓吴的前专员去互起诉。委任律师詹顺贵指出，无确实验收的部分，真遗憾检方认定迄当阵应该爱拍开所有的货柜，做每一项的验收，甲目前边境查验以抽检的方式有侦差。检察官在用就说你没有逐项去开验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实务上的落差太过于用想象来想当然尔。不过，民众党主席也就是立委黄国昌，伫人面册批评超市的备案，诈领超过6000万，历任的高阶官员全部拢无代志。佮讲台北地检署为民进党高阶的官员起一堵真高的防火墙，因为这个侦查的结果实在是笑破人的嘴。除了佮一届互咱国的民众知影执政党是安怎咧控制，更加是吞大司法的公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